欢迎咱的眼家。拿水有智慧，比赛第一位。好啦，不管是翁啊是吼第一季啦吼，今日来上擂台。来，谢你，恭喜嘛！不要变毛，不要变毛。哎呦，谢你！哎呦，来，拄啊开场尔。挑工的，我是演出来哦。哦，无怪哦。设计好。今日哦，来两队来宾哦，我甲你讲，拢足熬演的啦，因为拢是演员来的啦。先介绍我这边的队长哦，我的队长文山哥哥。欢迎啊！我是张文山。是，不过你拄啊唔通用迄寸嘛，安尼挂到有镜头，这寸唔通甲加啦。我来讲哦，今卖少年人哦，拢做到用心机的啦。你要抢镜头，这步咱一摆就成功啊！你本早是你要拔倒哦。根本我要拔，我袂好拔就先拔了，抢无着。是好来，先甲介绍落去。队员，头一位啊。天天但是唔是就空天那个天天啦，是天天啦是哦。花开天天是真正天天啦，真正天天我今都来介绍这位哦。第二位天天的啦。这哦是到天的天啦哦，算讲是迄个成龙的师妹，她就开始袂歹哦，大家看得出来。哦，晶晶，欢迎。哎，今晚要介绍这位是主流，主流。大家好，好，来介绍你那边。是欢迎阮这边的队长，咱的暗明。谢平，恭喜哦，最近做爸呢。恭喜！差不多一岁啊，一岁4个月啊。会晓叫爸爸呢。所以讲，今日咱这边爱较注意哦，人讲娶某前生囝，人去平生呢。吼，啊，不过阮囝吼，有代志，大家叫爸爸；啊，无代志就叫妈妈。哎，食奶的时阵啊，换尿布的时阵，爱叫爸爸；啊，无代志就妈妈。啊，所以代志拢我咧做。我跟你讲，叫你爸爸总比叫别人爸爸较好。对啊，所以我讲无理啊，好叫啦。是，啊，今日带来是队员公司的。大家好，我是月晨，外形，嘿，啊，我是学跆拳道的，跆拳道的，嘿，我是玉祥，我台语无啥好，啊，不过我中华人应该是还可以啦，啊，我淡薄海口腔安尼。哦，海口袂歹，哎，这无问题啊啦。是，好，欢迎你呢，好来讲啥来去？大家好，我叫做何平，我是台南人。哦，台南人哦，对，应该袂歹哦。嘿，其实来阮家吼，毋是中华以南以后吼，迄台语拢真正有好。啊，毋过讲了有好也无好，拢不要紧，你拢尽量讲。讲了毋对，阮有老师会甲你迄落指导，吼，啊，你就通个学着啊，吼。今日介绍咱的台语国文老师。欢迎咱罗公行罗老师，破晓欢迎。大家好，我是罗公成。台语真丰富，接讲会当互恁赚大钱、买新厝。哦，真正生囝赚大钱，搁买新厝啦。即马规矩爱甲大家讲者，大家真正有影感觉有100万无？恁捌看过100万无？我看好来，互恁看，100万伫遮。在厝啊，伫遮哦。哇！上水的风景，最美的风景，来欣赏，欣赏。这侪钱的啦。是，所以讲，唔管咱今日写哪吼，不要讲，也不要讲，咱尽量讲。嘿，100万对恁他就他摕，咱即马先甲初赛，先甲解决起来啦。好，今日的第一回合开始。全家有智慧，讲台语摕100万。这队拢总有96组家庭参加，比赛分做初赛、复赛、决赛，只要过3关，就法度进入最后的冠军赛。伫咧冠军赛胜出的家庭，就会当摕到奖金100万，100万的奖金哦！大家爱加油嘿！美秀，阿雄，跟这边，这个回合吼，美秀有一个答案。阿雄，我特别毛一个答案。是啊，咱分数安怎算？这回合吼，拢总6个答案，恁若拢丢到一个1000，上侪得到6000块哦。先甲6000块摕起来哦，好。
咱请一题。热人吼去海边啊耍，一定爱有的夹脚拖。请问夹脚拖台语安怎讲？哦，夹脚拖哦，美秀这边是人字拖啊，人字拖嘿，恁大家看这个拖啊，吼，咱拖啊是毋是叫做铅拖啊？是啊，嘿，啊中你夹卡这是毋是一个敢若人哦，嘿，所以我的答案是人字拖啊。是阿雄，我这边的答案叫做空气拖，空气爷，空气爷，倒来空气咧啊，。你看，穿落去拢包袂了，全部拢在空气以外。哦，嘛有意思，有穿啊无穿，对，所以说空气爷。不过我的答案是人字拖啊。我的答案是空气爷。好，来两队咱请选择。必须，到底是人字拖还是空气爷咧？来，起来，来，起来哦！哎呦，哦，一边拢是我，一边拢是你哦。好，来，我问者，文山哥哥，恁啥来送我一边人字拖？因为我感觉你讲到真有道理，嘿因为看起来吼，爱写一个哦，人的人啊，而且吼，咱拢常人讲爱去穿拖鞋，对啊所以人字拖，所以我感觉这是较有可能的。来自于爸爸。来爸爸是吼，咱常常听到就是人字拖，啊，毋过这伤正常哦，伤过正常啊。伤过正常，我是制作单位无遐简单呐，应该是逆向思考，爱空气的。对，伊就是相，伊毋是相信我，伊是相信这都单位改票。简单了。好，到底是人字拖还是空气爷咧？来，老师，咱正确的答案是。好，正确的答案哦是伫美秀迄边哦是人字拖啊。来分数，就迄啲就2000咯。哦，因为拄则讲了真清楚啦吼，迄个拖鞋顶面就是有一个像迄个人迄个字啦。哦，啊，咱穿的是迄个是拖嘛，有咱一般是讲铅拖还是讲拖鞋，拢有人讲啦。哦，啊，因为你若讲人字铅拖伤长啦，所以就甲迄个线条讲人字拖啊。不要紧，第一题想这是应该啦。试看卖尔啦。好，来，咱先请取消，咱来第二题啊哦。好，来，老师，咱请出题。好，即马真侪人爱伫社群平台顶面哦发表文章，请问贴文台语安怎讲？哦，贴文，美秀这边是大诗，来，咱甲看一个，甲打起哩。哦，好，唔是甲打起哦，啊，迄个诗就表示讲，哦，内面发生什么代志，因为内面有阮的100万呐。哎呦，嘿，所以讲大诗气，嘿，啊，甲你讲内面什么代志，所以讲美秀这边是大诗。啊那阿雄我这边叫做破文，较有较简单哦。因为吼，嘿，英文内底这是为外国来的嘛，一开始就叫做 podcast 哦 podcast，啊伊就是破文嘛，对不？啊破文的意思就是讲我甲这个物件点出来讲出来，所以尾啊伊就甲相近的音写做破文。哦，破文哦，即马少年的真侪哦，无定因会幼着哦，吼。不过美秀这边的答案是大诗，阿雄这边是破文。来，两队咱请选择。美秀，阿雄，眼睛边。大旗团好，来，大诗也是破文呢。来，请选择。哦，拢真少年的啊！来，咱问一个上少年的文山哥哥。来，文山哥哥，你嘛是破文吗？哎，伊嘛足接咧破文的哦。因为我拄则吼就是听对面咧讲的吼，有的吼题目吼你爱想较复杂的，是不是？即摆我来决定要想较复杂的，因为一般来讲哦，我会选择大诗。大诗这较应该是较吼咱过去的讲法。大故事嘛吼。你即马吼，这新生人类吼，伊应该会用这种吼，因这少年人吼，较好直接来联想的方式，所以应该出这个。迄个音叫做破文哦，唔係歹哦，袂歹哦。好，来少年的。我感觉较早较定听到大诗，啊，不过我感觉紧讲一个人，袂唔对2摆。哦，想煞甲乡的生命清晰一下。安尼
哦。伊咧甲制作单位拔头壳哦，同一个人骂唔着2摆哦。哦，是哦。不过阮等下还有第3题哦。对啊。好，来，到底是大喜还是破文呢？来，老师，咱正确的答案是。哦，咱这边2组的来宾哦，因的答案拢是正确的，答案就是破文。哦，因为这个拄则有讲过哦，这是英语来啦吼，英语叫做 post。啊，咱台湾人哦，对这种新的物件哦，来是咱拢会去照原来迄个音去讲啦吼，所以迄个 post， 咱台语较外音就是讲铺，甲这个文章铺伫个网络顶面，嘛会使做动词用讲，啊，我有一篇文章哦要。铺上网啊！你要看卖无？哦，安尼咱会当讲铺啊，迄个就叫做铺文。无去互阮制作单位骗去哦，吼！啊，刷落去制作单位唔知安怎骗人，阮都唔知影哦。好，来第3题哦，来老师咱请出题。请问12月食菜头，6月才长扫是啥物意思咧？哦。美秀这边是人爱有耐心，等待结果。你啊看12月甲6月，哦，差这6个月呢，差半年呢。是，就是甲咱讲，咱做人做代志吼，一定爱慢慢啊做，啊唔通一时啊囝就要等结果，一定爱等一个时间了，等结果出来，你会感觉讲，哦。安尼就是上好的啦，有耐心啦。所以讲一定爱有耐心啦。所以美秀这边答案是人爱有耐心，等待结果。哇，阿姊讲我拢想要投互你啊。是。啊，我这边是形容人吼，反应伤过慢呐。是。譬如讲，敢若恐龙有无？嘿。哦，迄骹去踏着插着顶啊。嘿。啊，佮行3公里以后才会疼。哦。我12月食菜头。反应啦。对啊，啊，咱6月才咧长扫。这是毋是反应伤过慢啊？意思就是讲有一寡人吼，物件已经输到临头啊，伊阁唔知影反应，啊尾吼才知害，这就袂赴啊。不过你若真正有影12月的时阵，你食菜头，啊6月甲扫的时阵，一定爱看医生啊。哦，我看这应该先叫迄个中医师来看嘛。你第1个月扫，你就爱叫一定爱去看医生啊啦，无安尼袂赴啦。好，来，到底是美秀的人爱有耐心等待结果，还是阿雄我的答案？形容人反应上慢。好，来，咱2队请选择。美秀、阿雄、严吉斌，真有道理。大家拢惊酷酷扫哦。好，来，我先问者，问咱的主游。感觉这句话吼，敢若咧讲笑。你讲笑，系啊，所以我感觉应该唔是讲爱等待结果啊，安尼看起来等无。等待结果应该是。开花结果，安尼唔是讲你食菜头就会使得到爱情。真正诶，即马演戏的人较上影有厉害，有当时啊若出这种诶，迄落像日劇啊、语种这吼。导演拢会甲你解说，咱写来安尼讲。哦，这嘛是真有道理咧，真正。是不是会使讲，唔是头拄啊跋倒就一定有镜头？好，来，咱这边的下面。因为吼，人拢讲吼，拄扫差不多，冬天的时阵会扫啊。啊，不过你6月才拄扫啊，上慢啊。对。是，我嘛感觉上慢啊。嘿，啊那这边的，咱的中华甲台南的朋友。因为我是无听过人讲爱情甲菜头有啥物关联，想讲若是食菜头咧有爱情，安尼我就一直食，好不？无听过这种无听过这种关联的对啦。对。是讲捧心菜头啦，捧心菜头就是骂一个人花心，对。捧心菜头，捧心菜头啦，哦，那菜头讲甲去爱情去，我嘛唔知啊。不要紧，若是我若对吼。送大家一个菜头啦！好，来，老师，咱正确的答案是。哦，这边嘛2队的这个来宾哦，因为答案拢正确。哦，对这来宾哦，已经甲这个解说讲甲真清楚啊啦吼。这个菜头是较凉冷的物件啦吼，咱一般讲有的人讲食菜頭會掃。啊，但是你12月食到翻轉年的6月才咧長掃，這是咧笑人的話啦。笑人講你來反應遮慢，像我人咧講笑吼，啊，大家聽到隨笑，啊，你過3分鐘才知影講哦，相當好笑，安尼人就會講你是12月食菜頭，啊，到翻轉年的6月才咧長掃。好來，今嘛上好就是看分數，冇錯，來看咱3個這邊，今嘛有6笑。嘿，啊
应嘞。今嘛有4000。好，今日咱的第二回合，正港佚佗人。正港佚佗人。看风景真轻松。今日就一定爱真轻松啦，分数先甲因讲最轻松有影啦，咱这回合嘛，拢中4题，4题3000，那拢对，再得到12000块的奖金哦，加油！哦，是2位真正有影，拢伫迄落恁港台嘛，对无？所以讲港台演戏的感情应该拢真好。文山哥是阮戏里面的台语小老师啦，剧组内底台语有啥物问题拢请教文山哥，啊，毋过伊的收费啦，一个200块。戏破了，戏破了，下刷的来就买厝啊。安尼哦，原来搞这好的代志，老师就无坐咧遐啦。而且恁有同齐去佚佗无？有啊，嘛是做伙出去有食饭啊，食饭啊，爱去爬山，还是安怎？啊，无遐健康啦。有当时困都袂有啊，爬山。有影8点，拢咧醒来啊，拢咧醒来啊。真正要食这饭就真讨济啊！拍8点钟就是安尼啦。啊，恁无用通佚佗，阮就带恁来去佚佗，好不好？啊，今日咱看到了吼，你就看到重点，你就紧的。哦，甲吹落去啦！吹落去。好，来上个今日咱要去倒位佚佗？是，咱刷来这影片吼，要带大家来去美国的一个城市3个字。美国的城市3个字哦。好，来咱请看。哦，这应该真明显啦！哎呦，你有去过吗？我无去过，你有食过吗？无食过，啊，毋过我知。哦，这个美国的城市真有名啊，伊敢知影伫倒位咧？好，来上个今日咱要去倒位佚佗？是，咱刷来这影片吼，要带大家来去美国的一个城市3个字。美国的城市3个字哦。好，来咱请看。哦，这应该真明显啦！哎呦，哦，真正眼明，我生胶，你有去过吗？我无去过，你有食过吗？无食过，啊，毋过我知。哦，啊，毋过台语我袂晓讲，啊，英文国语是波士顿，啊，毋过英文是 Boston。哦，不要紧，讲英文嘛会当。是，英文是，好。你的答案是？我的答案是 Boston。搁讲一遍 ，Boston。哦，好。哦，安尼会使。看到两个就对我啦，是。好，来，不要紧，咱继续甲看。哦，先加分数啦。啊，对，分数上重要，先加分数。终于得到3000咯。来，咱搁继续甲看落去。哦，这城市真水呢。哦。啊，油条啦，这有名的，这有名的。哇！哦，一个海港的呢。对，伊拄则吼，伊本来讲可能受华语的影响啦，伊用英语讲 Boston， 安尼都唔对啦吼 ，Boston。啊，若要照台语的音是讲波士顿啦，还是讲波士顿啦？啊，这个所在因为有挖海啦吼，啊有出龙虾，啊，迄个龙虾就是用伊这个城市的名咧号的啦。啊，我捌去遮吼，捌伫遐食过因遐的龙虾，好食无？哦，真好食。我去遐几若工吼，因遐人甲我招待是拢逐顿拢有食迄。哇！有一边佫食，无讲真大只的吼，较细只食，家己一个人食一只。啊，有的时阵是食伫迄个面包内面啦，迄个 sandwich。加迄个sandwich 内面就是用迄对，用迄个肉哦，所以若有机会通去吼，食看卖咧。你看即马应该听讲即几年遐拢大出啦吼，即种龙虾拢大出，所以价钱无真贵。好，谢谢老师讲一个拢摇起来。真正。我拍拼吼，钓了100万，到像我请你食龙虾。哎呦！赞！
好，不要紧，才第一位尔，搁有3位哦，有机会。好，来，咱今日换人。好，来，上位今日咱们倒位佚佗。是刷落来吼，无要去遐远，请恁讲影片内底是咱亚洲的一个岛哦，2个字。亚洲的岛哦，2个字的岛哦，吼，来，咱请看。韩国什么岛？就一个名，来，2个字。济州岛。济州岛。你要搁考虑一下无？迄个头一个字，甲文山国国上出名的头一出戏同款的迄字。系啊。济州岛。韩国济州岛。老师是不是济州岛？正确。来，分手先。奖一定要3000咯。请老师来解说，来老师。伊拄则开始的是迄个音无正确啦吼，啊，不过伊尾也改过是正确的啦吼。这个是救济的济嘛，是济公的济，所以咱来讲是济州岛啦。哦，因为这个韩国的这个岛吼，咱有汉字的名啦。对。哦，伊本来就有用汉字写的名，所以咱爱照这汉字音，因为多数人嘛不晓讲韩国话啦。你问我讲这济州岛韩国话，我讲我唔知，但是你若要讲用台语来讲，就爱讲济州岛，安尼就是正确的。是。好，谢谢老师。恭喜哦，即马7000甲9000，差这2000哦，好，真关键哦。来，咱今日换人。其即马少年的真好，我拢感觉因吼。是因为真正有先摆你甲因带，大家拢足敢讲台语，而且气氛拢足好诶，袂讲来遮拢爱点姊姊安尼。对，拢会家己想讲啊，我有话要讲，其实少年人就是要有这个精神，勇敢，是对不对？晶晶，系啊，你拄则演了袂歹，啊你，啊我本身都搞改咩？哎呦，拄好有讲卖色一种，爱色两种嘛，第3种的安尼啊。等我。大家拢期待哦。安尼就成功啊！你就成功啊！是，啊那咱的上的咧。阿翔，哇，我今日是来看一个无共款的世界，我互阮先辈带出来。是，所以上的你嘛是共一个剧组的。共一个公司。共一个公司，啊你出道偌久啊？无偌久呢，我才打车要第二档哦。哈，好来，即马上重要就是分数先提起来，再讲哦。好，来上个今日咱要去倒位佚佗？是咱刷落来后，要带恁来去一个国家，这个国家3个字，3个字的国家哦，爱看真足哦。好，来咱请看。真明显啊！哎呦，哦，这真明显啊！哦，来晶晶，这啥？西班牙，西班牙，或者是牙，西班牙话，西班牙，西班牙话。好，来老师，西班牙对唔对？正确。来分数，恭喜你了3000咯！好，来咱继续看落去，哇水你知无？来继续看落去。前面有一点。哇。哦，这起真8年的哦，哇，那水家啦，哦，国旗厉害喎，有西班牙，啊，好，这个国家哦，叫做西班牙啦吼。欧洲有2个国家上尾有一字，咱拢翻做牙啦吼。除了这个，另外一个就葡萄牙。葡萄牙。哦，啊，咱若在讲国家的名，这字拢是照这个牙这个音落去念的吼，袂去改讲做牙啦。哦，咱牙讲是啥？讲牙齿，啊，咱的喙齿会讲牙齿啦。啊，不过一般。国家的名咱讲牙，因为这个字就是本土音是牙，啊，咱照本土音就去了，所以念做西班牙。好，谢谢老师。有哦，这边咱来较加油的哦，加油！好来，咱今日换人哦。
咱来去佚佗啊！来佚佗。上回今日去倒位佚佗？哦，刷落来吼是太平洋的一个小岛，哦，啊伊的名是两个字，你来加油。小岛哦，两个字的哦，吼，来斟酌看，请看。哇，天清清水灵，哎呦，哇，那水干呢啦？水，哦，这应该饭店哦。哎呦，多好要落落去。我感觉是，唔过我唔知这台语要安怎讲。啊，英文嘛会使，阮这英文老师。哦，我试看卖。好，来来来。河流，北流，北流哦。北流。伊讲的是柏流，对对对对对。北流。唔知咧，阿问老师看确定会安怎讲？不要紧，我问老师，老师北流对唔对？歹势，唔是这个岛。哦，唔是这啊哦，唔是这，唔是北流哦，唔是北流哦。吼，不要紧，咱搁继续看下去，你就知影倒位啊哦。吼，两个字哦，来继续看落去。有先夏威夷无？夏威夷，西里。落尾啊，爬迄个船。嘿，迄个景。甲恁讲者，迄个船应该是美国人才会用的。哦。好，我心内有答案。你有答案，来，撒起你，什么答案？来来来。我的答案是关岛。关岛，嘿，确定。好，来，老师，关岛对唔对？这边正确。终于得到3000咯！啊，这个岛吼，伊的汉字的名用台语念无困难啦，哦，因为关岛这两字是真足普通的字啦，所以要念真简单。伊拄则讲迄个吼，照讲咱才讲北流啦吼，北流，啊，不过伊讲北流，无管安怎讲，都唔是正确的岛，所以伊就算伊发音正确，伊迄个名嘛唔对啦吼。啊，这关岛是美军因的一个基地啦，哦，美国人伫遮感觉讲这个地位真要紧，所以因占这个岛。啊，即马就是有美国人伫遮管这个岛啦，哦啊，所以啊，你拄则讲有只船，就是看起来是美国的船吼，啊，应该就是啊，美国人因遐有空军和海军拢有伫啊。好，谢谢老师。来，今晚看分数，看阮3个这边。今晚15000。啊，那咱 N 第这边咧？今晚有7000。哦，好，今日的第3回合，两家来拼台。第3回合，两家来拼台。哦，来看8提示一个问号是什么意思了？上，甲两位队长报告哈，这8个提示后壁代表8个无同款的题目，啊，伊个问号就是每一个问题后壁奖金嘛无同款，上济15000，上少1000。哦，咱有两个迄落规矩，就是讲哦，一个会当讲哦，咱有一个。提示意思就是讲，咱有一个啊，我通啊支援的时阵啦，是来我咧支援安尼啦，支援就是资源的意思啦，吼，有一个机会，其他哦问拢通啊安尼问哦，吼，拢通啊讲啊，咱要选倒一个，啊，其他拢袂当讲话哦，吼，就敢若有一个这个机会尔。啊，第二个就是哦，咱的分数较少的，咱来先来选。这有好无歹哦，哦有可能会变盘哦。好，来咱下面这边，咱的分数较少对不？来，你先选，你要选倒一个？因为吼，阮囝差不多即马1岁4个月，我看到一个题目是满1岁，满1岁。好，来咱来看一个。好，咱来看一个满1岁奖金有偌济？哦，这个会1万哦。好，来，上个咱请出题。请问红姨仔满1岁的时阵，拢有多济衣食？
教传统吼，会互伊穿什么动物的衫来辟邪保平安、招福气咧？来，20秒的时间。什么动物咯？什么动物？这应该就是定定生活内底看到。是。好，来。什么动物？辟邪保平安的时阵哦。有穿衫啊，唔过有穿衫当然。都一间无穿衫，有穿特别 special 的衫啦。较 special 的衫，唔过什么动物我无。什么动物？是。啊，想者。 1万哦，好啊想，不过只有10秒的时间。会使，你会使画几万，你他画几万一概念。这紧哦。对呀。好啦，紧几万啊？2万过来。我感觉是应该是虎，虎，只有一个王迄个虎。哦，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就感觉。 过年的时阵，叫熊啦，嘿，拢是好结掉的意思，较安全，保平安，保平安啊！啊，佫有诶好爷，好爷，保护诶，要像我好爷的意思就对啦。愈穿愈好爷，好爷就说道理哦，有可能啊，系啊。所以讲，恁的答案，所以我的答案是好来，好，咱来看这里，好对唔对？ 来，奖金，奖金得1万咯！哇，冰棒，拼过去哦。好，来，咱请老师来解释。好啊，因为这个虎吼是猛兽啦吼，啊，咱拢感觉讲囡仔大个细汉需要保护，啊，若有虎你甲保护吼，妖魔鬼怪拢唔敢活来，所以伫个囡仔大个时候会互伊穿虎衫，啊，穿虎鞋、戴虎帽啊，哦，衫顶面有虎的形啦，啊，这个。 无啊嘛，看到敢若好啊，下嘛有好安尼，互伊感觉讲有好你个保护。哦，真正有影好，你加在1万有摕到。好，来刷来去我问3个咯，来要选倒一个。哦，啊，这实在是我感觉安尼吼，歹势歹势。没啦，我看到吼顶头有写济公2字吼。对，我感觉这我若无选这题吼，我感觉我对不起济公师傅我对吧？哦，我照顾这么久吼，我感觉我就来选这济公啦，恁无意见啦吼？恁若有意见，我也无接受啦。我就一直要选这就对了。济公哦，好来，咱来看下济公的奖金有偌济。那袂歹，他就是佫拼过哦。好，来，咱请出题。请问，真侪人爱拜会食草的济公，你敢知影拜济公吼是会当家求什么咧？是求财还是求学业？来，应该是求学业。安怎讲咧？因为吼，我也要演过济公啦吼。啊，但是你讲求财吼，我是感觉讲。 较一般，是哦，是确定哦。我感觉应该是求学业啦。拜济公是求财还是求学业咧？真侪人爱拜会食草的济公，你敢知影拜济公吼是会当家求什么咧？是求财还是求学业？来，20秒的时间。 拜济公会当家求什么哦？嘿，求，这应该是你应该知，紧起来哦。来，你应该知，应该是求学业。是安怎讲？安怎讲咧？因为吼，我是感觉，虽然讲吼，我也要演过济公啦吼，啊，但是你讲求财吼，我是感觉讲，这较一般。 因为比如书法有李修缘嘛，吼，啊李修缘哦，其实伊嘛是读册人，所以我感觉哦，应该是要求学业啦。哦，嘿，所以大家可能比如是较袂想到这点。是哦，是，你确定哦？我感觉应该是求学业啦。哦，好来，求学业对唔对？ 济公生呢，强要甲你拍下床啊！来，咱请老师来解释。咱一般若要求学业吼，去拜文昌帝公啦。啊，咱若要求财吼，当然嘛唔若干那讲拜济公啦，咱会当拜一
就讲土地公啦吼，甚至这个关圣帝君，啊，佫有财神啦吼。对。啊，不过帝公咱拢一般感觉伊是要救苦救难的啦，伊像讲人若破病吼，有仙丹。对啊。啊，你若艰苦吼，咱讲的艰苦包含这个身体艰苦，加咱欠钱财嘛，哦，啊嘛会去甲拜啦。啊，你若拜济公，有可能伊就会想你，互你会有机会通发财啦。啊，伊记讲较早迄个大家乐咧流行的时吼，嘛有足侪人去拜这个济公的，所以就是讲济公会使求财。是，我倒是唔捌去求过，不过我也唔知啦。不要紧啦，无啦，你祝好呀，我紧啦，我祝好呀。今嘛登记就开始去求啊。咱家己拍表唱，趁钱好啊啦吼。好，谢谢老师。来3000了以后，不要紧，搁有哦，免烦恼。好，来，下面要选倒一个咧？我选有才调好啊。好，摘掉。来，有才调奖金有偌济？5000块。袂歹。好，来，咱请出题。请问，讲一个人外表吼看袂出来真有才调，会使讲伊是乌干啊安怎咧？乌干啊底豆油。我的答案是。你有10秒时间咯。哎呦。乌干啊底豆油吗？是。袂使底乌醋吗？底乌醋无听过呢。乌干啊底豆油啦，我有听过这句跟底豆油。来，咱来看一下，乌干啊底豆油对唔对？来分数。今日得了5000咯。来，咱听老师来解释。咱豆油拢乌乌啦吼，啊若底伫乌色干仔内面吼，啊你就看袂出来，所以咱若讲这个人吼，互你看袂出来，伊竟然遮厉害吼，咱就讲伊这个是乌干仔底豆油。谢谢老师，来，搁扫入去紧的哦。啊，搁有15000、12000是咱分数爱叮当啊，咱分数爱叮当啊。我问一下，你三位有啥物想法无？要经啥物无？你甲我建议。我想要行近路呢，行近路，行近路。差外伤多啊，行近路，我的确是慢过。行近路较紧啦。你想要行近路，较袂跋倒就对啦。我就决定来经这行近路好啦。好，来，咱来看下行近路的奖金偌济。5000，好，来，咱请出题。请问切西瓜吼有行近路的意思？啊，你敢知影这个用法是对什么来的？是卖西瓜的人小摊，还是讲运动店的配色真像西瓜咧？好，来，你有10秒的时间。哦，这题哦，我感觉哦，我就应该爱来找资源较对啊啦。哦，好，来，你要资源哦。好，来，7类，来，资源，来，运动店啦，我感觉。配色参像西瓜，真正咧在走路、行路、走小路，走路，走路要走路啊，走小路啦。走的时阵哦，拢会讲切西瓜啦，切西瓜啦，行近路，行近路，啊内底红色的应该是。运动店，运动店哦，西瓜内底是红色。我感觉伊安尼讲哦，真有道理哦。好，来，你的答案是？我的答案是运动店。好，来，运动店，红色的像西瓜，对唔对？来分数，恭喜得到9000咯！哎呦，搁冰盘。哎呦，有刺激啦，拢5000、2000只饼啦。来，咱听老师解释。好，这个运动店吼，咱咧跑道吼，定定拢有红色的，啊，搁有青色的啦。所以看到那像西瓜色啦。啊，你若洗运动店洗一个，那足远的。对。啊，你若对中安尼甲破过、炸过吼，炸过。等像咧切西瓜，甲西瓜切一半咧，啊，就较近，安尼后头行近路。所以若行近路，伊讲我即摆咧切西瓜。你看，唔是较老就较老啊。咱有时啊嘛，只爱听少年人。因为因较老行近路啦。唔过咧冰盘哦，较想要刺激啊。即嘛看你那边加冰，来，一名，加油，够有15000、12000的哦。四大，拢会使。没4大。好，来，咱来看者4大奖金有偌济？哦，好，来，咱请出题。
请问全世界有4大时装周，伫咧米兰甲巴黎举办，影响世界的流行。咱台湾文化部嘛有正式举办咱家己的时装周。你敢知影伫咧什么城市咧？来，你有10秒的时间。哦，我的答案是好，来，台北。台北确定哦。伊是马倒出来的因为呢。进前我有参加台北时装周，嘿嘿啊，所以我的答案确定是台北。好，马倒出来一定知影。来哦。台北对唔对？来，分数。叫伊加一千咯。哦，伊拄则讲4大时装周啦吼，啊，毋过伊敢若讲2个城市尔吼，就是米兰甲巴黎，啊，除了这2个以外吼，就是有纽约甲伦敦啦，啊，所以这4个城市，因每一年拢有2遍的时装周，就是咧春天一个秋天。啊，咱台湾吼嘛要对人事件啦吼，所以咱嘛伫咱台北吼，一年嘛是2摆，嘛办咱台北的时装周。刷来去剩3个哦，吼，3个个要万5个啦，万2个啦，万2个，拢搁伫内底哦。哇哎呦，这愈来愈刺激嘿啊啊！差一千，差一愈后千。壁一定愈困难啦。对啦，既然甲困难，咱莫惊，咱来经台南好啦。台南哦，改拼，改拼。来，咱来看一下台南的奖金有偌济。哦7000嘛真好袂歹哦。哦好，来咱请出题。请问早前坐电梯是真时行的活动，你敢知影台湾头一台商用电梯是伫咧台南的百货公司还是病院咧？来，你有10秒的时间。台南是。公司也是白。 5、嘿呀爸。 2、3、2，啊，起啊！来，时间到哦，今天起来10秒哦，10秒哦。好来，应该是百货公司。百货公司确定哦。来，百货公司对唔对？来，恭喜啊，得了7000咯！来，咱听老师来解释。啊，咱台湾吼，伫台南吼，日本时代就有一间真有名的百货公司，叫做林百货。啊，林百啊，虽然毋是真悬吼，5楼尔，毋过伊有电梯，啊，真侪人以前这个毋是真普遍的物件啦，所以有真侪人专工去，啊，伊当中的人讲坐流浪啦，哦，流浪缆车嘛叫做流浪，啊，电梯嘛叫做流浪，以前的人，所以因就迄个时阵讲，咱来去林百货来去坐流浪，所以就感觉迄是足时行的一个活动。来，刺激啊！来15000，甲12000， 12000，唔知打一个甲哦。 12000，好，即摆差偌济啊？差差8000，差8000。无偌济啦。我来选，植物园好啊。哦，来，新新闻园，新闻新闻园，对对好来，新闻园的奖金有偌济？哦，哎呦，刺悬的激哦！来，咱请出题。请问台北食物园是国家的古迹，内底保存超过2000种的迄个食物。啊，若去游览的时阵爱注意哦，是袂当带狗参观，还是袂当炸自翕棒？哦，你有10秒的时间。哦，我的答案是袂当摕自拍坐翕饭，炸自翕棒，自翕，哦因为我有看过有人带狗去踅呢，去踅啊，因为自翕饭係会去翕到物件。唔是打擾到別去人行大去講到係講到啊，是安怎啊是用到植物安尼。哦，好来，咱来看者，袂当炸自翕棒对唔对？紧张哦！好，来，老师咱请解释。伊是叫做食物园啦吼，但咱种食物园真大吼，啊伊的树啊足济吼，啊其实内面嘛有动物啦，哦，啊动物是爱保护的啦，哦咱袂使凊彩就去伤到遐动物，啊你若狗入去吼，狗会可能去捉迄个碰刺，还是去捉遐鸟啊，什么会去伤害到遐动物，所以狗袂使带入去。哦，毋是因为狗会去树仔骹旋尿，啊毋是因为安尼，最主要是要保护内面的动物。好，谢谢老师。来，120杯摇，来，咱即马看你摇哦，只有3秒哦。
15000应该哦。这公司要送15000给你啦。好，咱来看这3个奖金偌济。哎呦！好，来咱请出题。请问，真侪查甫介意穿的迄个 polo 衫，伊吼的创作灵感是对什么运动来的？是对高尔夫，还是对马球来的？哦，来60秒的时间。哇！好啊看，袂当用袂了。polo 衫哦。 15000嘞。好，既然讲安尼啊吼， 3、最后一题1，我的答案是马球。好，来马球对唔对？这有困难。来分数。有你得了1哦。哦，超过4万。好，来咱请老师来解释。啊，其实这个名哦已经甲答案讲出来，因为 polo 就是马球的意思啦。是。啊，你若有穿过这种 polo 的衫哦，你有发现讲，伊顶面有绣一个人骑一只马啊，骑一个球吼，你拍球的，所以迄个 polo 就是马球的意思啦。哦。所以安尼就真明显，答案就足清楚的。来，咱就要进来看分数。来，咱3个的咧。今毛46000咯。啊，那咱下面的咧。哎，今毛有23000哦。哎，嘛真好哦。好，进来咧，1秒1000个。嘿，1秒1000个。大家动脑筋。金马奖金有46000咯。尽管。正上悬的哦。无，进就一个47000的。47000的。差一点。所以讲，哦，咱这是算秒数的，所以讲46000是有46秒呢。没错。46秒，咱安尼上一个啦，我拢有看呢，上一个。有人在看，安尼袂使安尼就对啊啦。要上30秒啦。所以讲76哦，来，咱这个回合有几题？拢总3题。第一题几个字？哦，伊是历史进程都有啊哦。历史进程都有啊。过来，第二伊是足适拍的物件。哦，是适拍的物件。过来，机场的迄个fashion的看到的。什么物件机场看到的？46000块的奖金会当提走偌济咧？这个回合有几题？拢总3题。第一题几个字？4个字哦。好，来，咱车开始。是。哦，伊是历史进程都有啊哦。历史进程都有啊。过来，第二伊是足适拍的物件。适拍。哦，是适拍的物件。过来，机场的迄个 fashion 的看到的。什么物件机场看到咧？啊，过来吼，伊是俩炸日头。俩炸日头的影着，哦，伊是乌色的哦。哎，乌色的，紧来，什么？我咱那个，紧讲，嘿，这个叫那个健康。5年目镜。因为咱较喊你讲啦，爱就乌嘛，是你也看以前就有啊嘛。对啊。哇，以前摄拍要一支乌目镜是，哇，真好啊。而且机场有哦，迄个讲。挂一个卡网，哎，乌林目镜挂在一直行。迄个灰色，对，嘿，爱是乌色的。俩炸日头，嘿，是。哎呦，48秒。哎呦，够48秒啦，今嘛第一题。嘿啦，哎呦，较紧嘞，所以讲啊，一直看就唔好一直越看，一直又一直讲出来。来，第二题几个字？第二2个字。2个字哦。好，来，咱请开始。来，第一个题是头壳袂风看到，袂风发现，什么袂风看。过来，甲热人热天有关的。不是，过来，手甲骹哦，手甲骹，健康。啊，游水，游泳。健康叫游水，就是游泳，对，游水。嘿，咱即马规定一定爱讲游水啦。啊，你若照你讲的游泳啦，我冇你对。无唔对。好，哎呦，来，看秒数。哦，够35秒。加油啊！35秒哦。好，来，几个字？啊，3个字。是。来，起啊，请开始。第一个题是巴肚吼拢是水，什么叫做巴肚拢是水咧？过来形容，甲形容有关系哦。紧来，搁想一下，过来，伊是红色的，就插目就显目的红色，什么？拍火枪。健康。
嘿，咱给我看一个几啊？我讲2万哦。想欢喜，还有20秒，就是2万块啦。袂歹。哦，真好真好，好，咱即摆今日去颁奖。有播有保庇，有可能哦。哎，你播了真好呢，嘿，播这3星爷都还当开运啦。安尼后回大家拢要来播倒。等一个恁播一个啦。好，今日谢谢咱的国文老师，感谢咱罗公行罗老师辛苦罗大罗。多谢。专家有地位，讲台语提爸爸，祝你大家拢欢喜，再会。感谢，感谢新手爸爸，感谢，下回再来，谢谢，感谢，再来，感谢分享工作，好，谢谢，副赛要来哦，鸡脚副赛哦。